空间不够了。故意为人倒立，为人较力，以乾坤二卦先直其刚纪，含洪光大，一律安贞，险邪存成。到底空间还有多少？元亨，按移顺动，干法坤，你看内部空间只剩下一道统德， 100多，公用私权，会常常宕机啊，会常常宕机。选之那要怎么赶快增加空间呢？还到那个 Play 商店下载，下载过程它会显示空间不够，要处理，在处理过程中去掉暂存资料，而达于远，清除暂存资料，通于乾进入坤之源， Play 商店，故性情进入 Google Play 商店，被焉，形脏无质，搜寻生化俱焉，维基百科，有一个 W 的这个，大道恒有这个 W 的这个，静动无常，至德成焉，观象完此，有历史上的今天哦，还有图片，及凶离间，免费的图片，维基百科教科书啊，天地顺焉，很多免费的网络资源。流行化，万物兴焉。此所以为玄德之责，上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人道之极，坤干之改，虽超天地，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况其下者哉？空间不够，要去操作设定储存空间，然后释出空间了。六爻以人事为本，已经安装，你看读史典籍也可以读26史里面的，不是全部有，还有好多了，也可以读它，找到《资治通鉴》的，还有文言文，解释成白话文，文白都有，可以解释文言文成白话文，好像也可以查字典。宗主副主，此言象之士文要义，可以查空在间了。坤用而立教也。凡是文出周公之手，而令于夫。看这些都占用空间比较多。人道为本，虽寥寥。按一下怎么会遮到了呢？那个画面怎么被遮到了呢？而是圣人智化初心。再按一次安装，正所以有没有看到道人之所绿色的字啊？点按下去会连接。已经有安装那个 Wikipedia Mini 的 Wiki Reader 都可以找到历史上的今天。第3个 Wiki Reader 可以找到历史上的今天哦，还有图片哦，可以搜寻哦，英文的哦，搜寻的，应该是上面这个 Wikipedia Mini 就可以搜寻，只能搜寻英文的。现在安装的这个维基百科，就是希望能够搜寻中文的。先按储存空间，点按储存空间。你看，内部空间太少了。有没有看到快取资料多达1.99 Giga？ 有没有看？快取资料多达1.99 Giga。这个可以删掉，点按一下，点按一下，然后按确定，确定要清除快取资料。操作过很多次了，会增加很多内部空间。再按一次，按确定。要有在动哦，要有清除快取资料，这样内部储存空间才会增加。你看有没有增加很多空间了？空间变成2.41 Giga 了，快取资料变成22.95 MB 了。